宏威创办人谢正兴博士指出，诚信、专业、服务、创新甲永续是宏威科技的核心价值。应时代潮流，不断创新甲突破。这次公司的宏威信息能石墨烯足弓矫正器，甲宏威信息能石墨烯量子滤水壶这两项独家专利产品，就赢获2023日内瓦国际发明奖2名金牌。这次呢，量子滤水壶的话呢，我们得到了马来西亚代表团的特别奖跟大会所颁的金牌奖。那量子滤水壶的它的特色就是呢，滤芯的话呢，它是里面有7层的滤材。那7层滤材的话呢，它由第一层的无钠离子交换树脂到第2层的 KDF 铜锌合金剂，第3层的银离子活性炭。那前3层呢，会让我们这个自来水一过滤，经过我们滤芯呢去过滤，会达到清洁洁净的部分。那再来第4层呢，就是我们麦饭石，麦饭石就给我们这个水的微量元素跟矿物质，钙离子球。那钙离子球就是给我们水分里面的钙离子的部分。第6层就是镁离子、镁金属的部分。这个就是要给我们水的一个钙镁比例达到2:1的一个比较好的比例。那最后一层就是我们石墨烯的部分。那我们石墨烯的话呢，添加石墨烯的，它只是要给予我们这个滤芯所谓的信息能。那信息能就是我们有很多款的信息，然后信息能不同信息能的滤芯。那这不同信息能滤芯就是会依照你的需求这个状况，然后去选定你需要的是哪一款的滤芯，然后去加强、去增强你自己的身体的养生跟健康。宏威足弓矫正器是集团创立的第一项产品。宏威科技即马更加入多价信息能技术，推出信息能石墨烯2.0足弓矫正器，同款在这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当中赢获金奖肯定。我们这次瑞士日内瓦发明展，我们另外的一项产品是我们的宏威石墨烯足弓矫正器2.0。对，那这一项产品，对，它是继我们2014年之后，它算是我们改版的第2版。那这一次它整套系统我们都有去做加强，无论是从传统的我们用足型的拓印，变成我们这一次以 AI 去判定角图，到我们这一次我们改良后，我们在整个它的材质上，我们增加了石墨烯的这一个部分。那增加石墨烯，它去作为我们一个信息能的载体。那我们在这个精准养生、精准医疗的部分，它不只是单单在力学上帮你做了改变，它透过用信息能的部分，可以让各个年龄族群的它达到更精准的一个健康的进步。宏威科技集团总部位在台南科工区内，在台北、新北、新竹、台中、云林、高雄设有6间分部。目前也将事业拓展到海外各国，在全球拥有超过100万爱用者。宏威以全方面科学养生保健之道为主轴，建立利人、利己、利众生的健康事业，不惜投入大量时间、人力甲金钱，做产品专利的研发，以提升产品的品质甲独特功效。更甲各大知名大学合作开设专业课程，传授正确而且丰富的养生保健知识。培育健康产业方面的人才，展现专业甲服务。但是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